科幻小說前世第5章，依家開始播放。牛頓，你呢種古仔我唔到個聽。阿佳投胎之後，既然仲記得前世嘅嘢，佢點會唔知係邊個殺佢鏟？約克，你咁講就太武斷啦！如果佢前世死，個朱一刻認錯咗兇手，咁投胎之後嘅靈魂亦都會帶住同樣嘅錯誤認知。咁又點啊？當佢仲係以靈魂形式存在嗰陣，仲有啲乜嘢係唔知藏挑？靈魂唔係應該洞察一切嘅咩？我輕輕嘆咗口氣。一般人總係以為人死咗變咗靈魂，生前唔知嘅謎團就會豁然開朗。其實靈魂只係記憶組嘅延續，並冇增加新記憶嘅能力。生前係個糊塗人，死咗都係個糊塗鬼。如果阿佳生前認定係牛頓殺佢，佢就會一直咁樣意會，直到報仇。多嗰日。約克，唔好同衛斯理爭啊！佢見過嘅靈魂多過你見過嘅人啊！而家最關鍵嘅係阿佳喺邊度？我唔知啊！你喺度之前，我11年佢已經慘死咗，投咗胎都唔知。既然無人知佢去咗邊，我哋就要回頭研究翻呢個電話，就嗰個係成場悲劇嘅關鍵。如果唔係租個電話令阿佳誤以為受騙，佢死之前就唔會帶住咁深嘅憤怒同怨恨。牛頓，你話銀行查唔到通話記錄？係啊，我親自去過瑞士查，昨晚銀行得一個女職員值班，根本冇男人嘅聲。銀行話，除非打錯電話，如果唔係冇可能出錯。但我聽得好清楚廠簽，對方明明話自己係銀行。呢30年嚟，我想咗幾千次、幾萬次，始終都係諗唔通。牛頓先生，如果有人預謀殺害阿佳，並且喺電話線路上面做咗手腳呢，無論你打去邊個號碼，都會駁咗去佢桌度。你嘅意思係我哋嘅對話全部俾人偷聽晒？佢佈好陷阱，引導我哋打出朱個死亡電話。呢個只係一個假設，但如果係真嘅話，呢個人點解要令你過住咁悲慘嘅生活？佢到底係邊個？我冇仇家頭，我以前只係一個平凡嘅弱者，除非係你，約克，你恨我搶走到阿佳。我係恨你，我都恨阿佳變心，但我係今晚先知發生咗咩事。喺今晚之前，我根本唔知情。各位，關於阿佳揾唔揾到牛頓，我有個理論。牛頓先生，雖然你整咗容改埋名，但有一樣嘢係改唔到嘅，成樣嘢就係腦電波嘅特徵，好似指紋咁，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。腦電波特徵？你係話佢可以捕捉到我嘅波段？阿佳慘死，嗰陣你喺身邊，嗰個係能量傳導最驚人嘅時刻，佢一定捕捉到你嘅頻率，無論你匿喺地底1000公尺，佢都一樣揾到你。佢一定會揾到我，一定會揾到我。牛頓，你唔使咁悲觀。如果佢真係出現，你可以向佢解釋清楚一切，
話俾佢知你都係受害者。我唔係怕死，我係清白可，我唔可以孭住殺人嘅罪名俾佢報仇。我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古怪嘅念頭：如果阿佳保留咗前世記憶，但係今世變咗做男人，重逢嗰陣佢同約克會係咩關係？同性戀？坐喺度等死唔係辦法。我有兩個提議：第一，委託專業人士全球搜索，例如大偵探小郭。好，請代我約佢，用幾多錢都冇所謂。咁第二個辦法呢？第二，你要設法等佢容易啲揾到你，與其匿埋，不如主動發出信號。等佢容易啲揾到我，錯過唔係等於引火燒身咩？呢個係最好嘅實驗機會，我會一直守喺你身邊，直到事情發生，證實我嘅理論。喂，萬一將個復仇者一見面就痛下殺手，我哋攔唔攔得住坐 cam？呢個就係我哋喺度嘅原因。牛頓，你決定好未？好，我決定咗啦。與其喺恐懼入面再匿30年，不如就喺呢度做個了斷。莊園出面嘅雪越落越大，好似要將呢一切罪惡同糾纏都埋葬喺寒冬入面咁。阿佳一定會嚟坐 cam，我感覺到佢嘅靈魂就喺附近徘徊緊。各位聽下，多過係飛機聲咩？唔照，比飛機聲更加輕。佢嚟啦，一定係多個人。佢已經揾到嚟呢度啦。高，遠方嘅天際線出現咗一道紅光，喺白雪嘅映襯之下，顯得格外妖異，正急速向莊園逼近。所有人揾地方掩護，爵士保護好牛頓。阿佳，我真係冇殺你啊！你聽我解釋啊！一股莫名嘅寒意瞬間籠罩咗成個大廳，連爐火都喺瞬間變咗詭異嘅綠色。你睇下，呢個就係能量嘅具象化，幾咁完美嘅頻率對接。阿佳，係咪你啊？你喺邊度啊？大家保持冷靜，唔好俾幻覺迷惑啊！牆上嘅錄像畫面忽然自動播放，畫面入面阿佳年輕嘅面孔再次浮現，正冷冷咁盯住牛頓。救命啊！佢對眼，佢喺度望住我啊！佢喺個盒入面望住我啊！多個唔係投影，多個畫面係實時錯天，有人接管咗個系統。投影機投出嚟嘅光束入面，一個模糊嘅人影慢慢成形，好似想喺光影入面行出嚟咁。前世嘅債，終於又係今晚徹底清算啦！科幻小說前世第5章結束，全文完。多謝收聽。